在场面来看到2019 ITF 台北国际旅展，今仔日一直到11头尾4天，今年拄考拄到双十一购物节，少60个国家拢总1700外个单位来参加。有旅行社的头家业者拼双十一的生意，杀11一天，釜山一天，2个人烧酒来做伙去2000块有走。另外，饭店业者嘛杀双十一迄一天，大饭店搁加开1111块，就会当加带一暝。交通部观光局嘛希望利用这个旅展的优待介绍。上少会当带动20亿的观光生意。2019 ITF 台北国际旅展正式登场。一年一届 ITF 台北国际旅展伫8号起过啊，台顶办记者会，台开旅游业者嘛准备好要来拼业绩。据说每天的11点11分，每一个业者都会提出他们非常特殊优惠的价格的产品。日韩省5000，长线折1万。看准今年台北国际旅展拄到双11购物节，旅行社业者嘛来抢双11的商机，像讲向西旅游，就限定双11迄天的早起11点开始抢，为高雄出发到日本的关西，11111块就会用的。啊，可乐旅游双11迄天，釜山佚佗一天，2个人做伙去，唔免2000块。东南旅游若是伫旅展的4天内底，要海外团体旅游，就会当扣1111块落来。各航空业者伫双11这天加上商务舱的机票一张，我们会赠送澳洲不限航点的商务舱机票1张，价值12万，所以是当天的最大奖。要抢双11商机的，还有饭店业者，像讲春天酒店伫双11这天的11点11分，伫旅展的单位会抽11个1块的露天温泉出来。啊，韩兴国际大饭店双11这天嘛杀加开1111块，就会当搁加带一暗。另外台北华国饭店买餐馆搁加1111块，就会当买到牛排套餐。以往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金额都是超过20亿，对于这样的一个销售的一个金额，应该能够再创新高。旅展杀优惠出来，要互民众抢好康。交通部观光局嘛希望会当借这来拼观光的商机，和台湾观光的市场愈来愈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